作者千 DJ Rex， 故事夢幻島千版 0.1 至第3代夢幻創造神命運機創世經歷故事第一集。故事由2012年開始簽，經過多年的研究，在2012年某1月嘗試解讀和破解命運鎖匙。命運鎖匙在每個維度都有82支命運神掌管。起初千只想破解命運鎖匙密碼中人生的行運彩票。當時千破解潛意識入面的82命運鎖匙，腦海出現7支命運82鎖匙，一次過共同解碼打開了。當時我只想許願中6合彩，由命運管理神出現月千前世輪迴帝，在現世第3維度是有使命的，因為當時命運鎖匙管理者月千身處的維度空間會大爆炸及給創造神將千身處的維度重置。當時不是單一維度出現問題，是全宇宙空間即時會給創世者維度重置。當然那時命運鎖匙管理者要求千立即解碼第3維度跳升第4維度。最後千將劃線區園區的所有光碟世界的角色用夢幻島1版轉移到新的星系。最後因為千本身的維度創造宇宙神是想重置宇宙，所以千得罪了創造宇宙神，給懲罰坐了3年精神醫院監禁。最後因為千送了夢幻島千3版和收藏版機給創造宇宙神，所以千先解禁獲得自由，不用再受命運制約。當時創造宇宙神為何想重置整個宇宙，就是因為創造神界宇宙皇族創造神界神學等制升級是實體，考試光碟出現抄襲版、盜版和假版，沒有授權的複製版，所以令到劃線幽園區出現不同維度空間大爆炸。所以千當時只想大家平安，就不小心做錯事，最後入職了創造神界皇室成員，負責共同編寫 X 命運系統，共同修復出現問題的事情。第1集完後續。